向前按照分享收看客家新新闻，我是纪丽玲。客家新新闻呢，当然就会有两段名录的直播。第一个就是按亚下，乡亲朋友，你亚下每日收看呢9点半，就是呢看报纸时间。另外呢就是下晝2點，因為透過亞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睇睇鄉親帶大家向下來關心有關亞下國內國外疫情嘅新型動態。今邊呢就是呢9點半。除嚟講，我先來看到台灣嘅報紙以外，今邊呢來到嘅無共用嘅先來看到土耳其嘅報紙，因為呢也要先大家講4月24到土耳其當地時間嘅下，土耳其嘅一個紀念報，佢就看出來一個動態版嘅有關台灣嘅一個消息咯，就對一個名錄嘅報道來看到。亞嘅呢係土耳其嘅媒體按照紀念報，佢講台灣係頭一個主動武漢肺炎嘅台灣無事案例嘅報道，佢哋報道就特別來講到嘅台灣係一個十分來對抗亞敗武漢肺炎嘅頭一個國家，另外呢佢還講到希望愛呼籲國際向下來支持台灣參加為世界衛生組織 WHO。其實呢，頭進一步也報道內容就講到嘅，台灣呢，除嚟講係第一個主動進行管控病毒疫情嘅國家，因為中國嘅打壓就冇辦法去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嘅台灣衛生福利部長，也就係呢投名錄檔，看到亞種陳時中太重嘅相片。佢講到陳時中就是講，台灣當係來分享疫苗，韓國喐嘅所有嘅經驗。故從呢也做嚟本大家本世界韓卡當年來看到講，台灣同亞敗對抗疫情嘅當道嘅做法。看到你亞嘅土耳其嘅媒體係其實愛同大家講，亞報嘅唔但搶亞嘅土耳其媒體，其實國際航用當道國家溜溜少少都要看出來一天嘅版面。比如講呢，台亞嘅報紙蛋糕，無像名錄報道蛋糕，都看得到台灣嘅聲音。接下來呢，由西班牙嘅媒體，咪帶鄉親朋友透過亞新聞報道來關心下。台灣之前連續建議出現新型冠狀肺炎零確診，連三判兩大全 zero 嘅電號，為辛苦嘅第一線營業加油。我哋小朋友看見到西班牙重要嘅報紙國家報嘅版面當中，還有反映真假，經常用科技再嚴同普及做標題，同台灣嘅防疫措施同成果，還有透過地方獨到嘅尷尬新聞，小改本西班牙嘅統價，同台灣公開透明嘅防疫來比，最近美國帶頭嘅歐盟國家，外地係對中國嘅防疫係咪有暗砍提出建議。包括發行了生態嘅會家老報，先是引起嘅頭版，使用公法了嘅中國做主題，建議中國投疫情況無國際化。美加港反映出法國告解對最近中國針對防疫及對外宣傳嘅態度。那這面也是因為要不斷抵抗來自中國的大外宣，因為中國不斷做所謂宣導，要跟法國進行外交，就是說他們的制度是成功的，他們有成功防疫。那當然，對於身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法國，這聽起來是有一點刺耳。中方態勢唔只仲未強調，法國告解同前中國反境界下，台灣同南韓係民主國家防疫成功嘅例子，你睇睇提升台灣同法國嘅形象同評價。客家新聞綜合報道。大家看到嘅係由西班牙嘅一個國家報，另外還有法國嘅報道。都看出了同樣嘅台灣有關嘅一天嘅版面，故從呢現時全世界一個武漢肺炎嘅疫情就正式突破為275萬嘅確診病例案度嘅，台灣呢也下還係控制到一個428嘅確診病例，故從台灣同其他國家來比，相對疫情有下控制下來，故從疫情嘅控制韓國一個做嘢咩，做得同做嘢咩拿去做外交，同其他國家來傾訴，也就係一下。台灣同防疫當局做到當到本年前天的素材，可能你亞國家其他報紙以外，一下就會對台灣的報紙來看咧。提前建議同鄉親朋友先來向下來看嘅係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呢嘅共用也今年共用都係亞嘅有關時事嘅漫畫為老記來講出亞條時事。標題呢也就寫到嘅，我國連登12年都冇新增加本土病例嘅。故做一個指揮官陳時中佢就講一個情形係當好嘅。故做呢
其實也部嘅本大家食材係小片嘅爺爺，一個燉木甘脆、盤濕甘蛋糕，逼出嚟權氣感染，食材使至到全社會對也當不安，咪當恐慌。唔過佢講哦，陳時中講，因為一下連帶按東以來都冇新增加本土病例，表示講一個疫情嘅事件，佢係獨立嘅事件。韓國呢也酸甘蛋糕情形並冇扯到腦背去，故種呢也係要控制下來。另外呢，同按島盤濕甘蛋糕嘅阿邊個接觸嘅人，有92個人，也都係檢驗出來嘅，7名嘅結果都係陽性。故種也咪有表示，亦是一個酸甘紅嘅疫情冇扯到腦背去。另外，新人冇本土個案，韓國呢也個有速度切片嘅患者，有%差唔多62，也就係63克嘅患者，也下雖然講速度嘅，唔過都幾好嘅。也係同蘋果日報一個頭版鴉片先來講到嘅，進一步請鄉親朋友呢同看下背地位，來看到幾個內容。第八度呢，恰清閒佢有講到哦，講我個酸甘蛋糕嘅權氣感染，使至到全面大家食材係當少，會發生權氣感染。唔過呢，另外一個案例哦，我同大家來提到嘅係一個台鐵有一個高雄茶餅鴉片嘅茶種，佢先前16個月嘅時間，同一個盤濕甘蛋糕嘅確診阿邊個，強下去練身體，強下去健身房。唔過呢，先前哦就有發現講，一種身體冇買重快，因為呢有食同一個確診嘅阿邊個來接觸，故所就有去採檢，現時第一擺採檢係陰性。唔過初本嘢咧，一個情形哦變到行卡唔好嘅，初本嘢聽一擺去採檢家下，就發現呢一個同台鐵服務嘅人，佢有作手，韓國去未開始出現呢有一個病變嘅情形，現時佢係願去隔離嘅，因為一個同台鐵做事嘅員工呢，佢是強下。從一個複查去到台東去係熟殺，故從現時佢一個事件逼出來過後，現時台鐵內部都係清驚心，接下來係唔係檢驗冇有進一步嘅結果公布出來，並將鄉親朋友持續來關心下家新新聞，為同帶來新鮮嘅疫情消息。韓國呢，我講到嘅係盤濕甘蛋糕哦，一個疫情並冇擴散出去，陳時中嘅表示講，有62%嘅患者。一下已經好嘅，另外還有當多3人係基礎隔離，也表示講台灣嘅疫情相對來講有下控制下來。故所呢提醒鄉親朋友，雖然講一下還係防疫愛清強先，唔過因為呢大家對於防疫。大家唔好心不安，心唔聽的時節，就會驚嚇嚇嘅，造成社會太重，大家當恐慌的時節，驚怕也就會造成全體恐慌的情形，也呢就對防疫唔係真好。故所提醒鄉親朋友出來講身體的情形，要留意照顧好，心肝頭都鴉片情形，要留意顧好來。好，也係第一個蘋果日報，繼續我哋看到嘅係自由時報。自由時報呢，佢出來講到哦，籌備指揮中心來公布嘅一個盤濕甘呢，出來講一下要再個新增加一類確診案例，也就係大家見講哦，盤濕甘當然就會逼出新嘅確診案例。故種呢現時盤濕甘蛋糕全期感染嘅確診係來到為30例。韓國呢自由時報來講到講。因為一下5日連續假期停定下個禮拜就愛多來嘅，故所有利弊就問到講，一下台灣嘅疫情相對來講有下控制下來嘅，故所就問連續假期係唔係會繼續下去呢？一個蘇貞昌行政院長，佢籌備就表示講，連假韓國呢出去了，也總係冇共樣嘅事情。故所佢表示5日連續假期唔會取消。雖然講現時一個盤濕甘、燉木甘脆蛋糕嘅全期感染，但係還係見逼出新嘅確診案例。唔過呢，個人來講，台灣社區感染還係要冷冷生生，唔係講一下係逼出來。故所佢表示5日連續假期係會將本地安全呢繼續來了，並冇取消嘅計劃。好，韓國接下來呢，就有國民黨立委呢提出問到嘅，因為現時行政院咪當地嘅催通紓困，韓國希望呢大家愛嫁出去消費愛買東西，來促進社會嘅經濟發展。唔過呢就講到，因為一下一方面
我希望講大家出去消費，不過另外一方面又希望講大家連續假期還係愛親強心愛防疫，唔好一下走出去，造成嚟群體感染。故此呢，鄉親朋友要發現冇，一啲係嫌大家唔好出去，一啲呢另外又係嫌大家出去買東西。故此國民黨呢邊呢就針對呀來問講嗬，係兩個係唔係有爭呢？一個蘇貞昌佢係表示講，呀兩種事情冇共用哦，除非講疫情太逼出來，希望呢就唔會同一種從5月連續2日起社會計劃。好，也係自由時報同一個5月連續假期，用來作為討論一種相關的報道。另外呢，蘇貞昌呢籌備投立法院的時間，咪針對嘅搶消費券，還講呢 coupon，也就係大家講嘅折價券亞種嘅事件，亞種嘅主題，用來作為發表，咪帶鄉親朋友共下看。為防止武漢疫情之前變得更嚴重，沒有減輕疫情帶來的影響。除了紓困方案疫情問題了，還有給進行經濟。政府規劃用發coupon券來經營，但是經受到外界疑惑，可能的效果冇一好。國民黨還喊講應該發現金就係消費券，對內行政院長蘇貞昌而大家唔是緊張。現在是在紓困，至於未來進入振興的時候，要怎麼鼓勵大家出來，怎麼鼓勵大家消費，政府都整個在方方面面，整個在評估、製作跟規劃各種做法，所以大家不用急，也不必去講什麼券。經濟部長薛榮珍講，連麥coupon券還到睇咩消息國防意見做整體考量。經濟部希望透過用大節帶動消費來進行經濟，但是係咪要睇行動支付呢？含到消息國防意見，咩實驗行動支付對較多市民來講，較冇按好用。因為行動支付部長對上年紀還在收集意見，沒有具體方案。我們已經要審預算了，今天是預算質詢，你光111億，但是沒有給我們任何計劃，到底有沒有要發coupon券？有沒有綁行動支付？部長，有沒有綁行動支付？這個部分我們都還在收集意見。另外，政府紓困預算加起來有2100億，其中2739億用到紓困進行。蘇貞昌強調，睇自家都用得到嚟到4太年節，但是呢份年府紓困對象越來越也係對用西部處唔啦。蘇貞昌就講，政府會3萬做到所有救助，但係用唔少嘅錢錢，其中很睇數。記者郭陳燕700億台北報道。有啲咩要給你知道呢？你知道講發現金較好，也係消費券，也係在街coupon亞種較好呢？大家相關條度嘅想法，佢當然都冇共用。你做得落來明確啦。韓國呢一下行政院講各部會都陸陸續續推出嚟當多搶紓困振興嘅當多方案。我現時呢用民間當多民眾大家就講，實際就像冇係掉強用嘅沙漠跳塔。比如講，我來看到聯合報一篇。聯合報下報一篇報道係有關了無薪假嘅人數也下漸來漸增加。韓國呢行政院各部會推出嚟嘅紓困，其實方案當多，不過呢對大家來講，申請又很麻煩係，還係講乜嘅內容卡到嘅。大家呢就從亞種圖控看到嘅，也嘅係公部門一篇愛辦理當多訴訟，韓國呢也嘅詳細嘅素材。不過看到一類嘅也嘅男性呢，佢係頭前啲嘅免訴機嘅，係發生乜嘅事情，係唔係申請冇辦法當順序，也係講佢讀到嘅乜嘅事情，咩唔清楚，要繼續同人問咯。一篇呢就有講到嘅，比如講呢有一個交通部推出嚟嘅紓困作業執行力。其實咩唔好，比如講呢，立法院預算中心一篇就講到嘅，遊覽車客運業，韓國小客車主營業者，佢一條呢係做得去申請車輛用資貸款利子嘅補貼，我都見係聽呢幾多件呢，將係聽呢4件天天，將25台車嘅去申請，估數一條錢係23000天，佔嘅預算呢0.01%。實在有的清大，故所呢，人來看到一篇嘅係現時全台灣了無薪假嘅人數，做嚟講係1禮拜要增加還較多嘅。現時全台灣了無薪假嘅就有超過18300人多，其中前度嘅行業就係土批發業、韓國冷賣業、儲蓄業、餐飲業也到理想業者，韓國自創業也到行業了無薪假嘅人數實在係當多。一個勞動部還按算講，都為下個禮拜5
5日劳动节连续假期的时节，了无薪假人数强怕超过有23000人卡加。故数杀下来，虽然讲全台湾的疫情有效控制下来嘅，不过呢各行各业还是受到一天长途的影响。当然了无薪假，相信乡亲朋友可能讲一下唔知係唔係有亞種嘅情形，係講有亞種情形咯。一個指揮中心嘅表示講，做嚟大家嘅相關嘅專線去問下詳細條位。今年嚟看到嘅係《中國時報》。中國時報一篇呢，下背係同疫情有關係嘅，但係鄉親朋友同佢拗下來看下詳細條位。也唔係講到嘅係台灣嘅防疫咯，也係愛講到嘅係新加坡。新加坡就宣布講，接下來會針對570萬商人來做大量嘅體檢。因為呢，喺新加坡有570萬商人當中，年事亞健嘅咧，尤其係新嘅意思，也嘅制度嘅確診人數係漸來漸增加。故數接下來，政府方面就表示講，會針對570萬商人來做大量嘅體檢。有啲朋友就會想到講，你看新加坡係愛做大量大規模嘅體檢，不過喺台灣呢，現時就係同地方含個中央鴉片針對體檢嘅做法都冇共用。比如講呢，高雄市長韓國瑜呢，佢前日也嘅出公道希望講針對醫護人員大量來做體檢，不過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籌備日含個前年嘅時節，就有講到其實唔到需要，冇必要來做大量嘅體檢，因為唔但將會一個檢驗嘅能量可能會唔拉，可能呢有當地人每次都講佢哋唔識做，比如講高雄市呢，隨便就有當地嘅醫護人員向下出來連署講反對愛做亞種嘅大量體檢，故所台灣韓國國際嘅情勢都冇共用，並提醒鄉親朋友呢，做嚟聽聽客家新新聞，針對疫情嘅部分向下來討論，向下來關心。因為只要上嚟看報紙時間就到鴉片呢，希望鄉親朋友呢下晝2點，繼續同明路巷來看客家新新聞嘅直播，下晝再會。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希里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看記者會，隨時同明路巷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